Hello，前兩日同事買咗2隻火焰變色龍返嚟，已經餓咗2日，但係因為手頭上有冇生理位喎，所以就走咗去攞 Hikari 嘅 Vibra Bytes 過嚟俾佢試下，睇下佢會唔會食火焰變色龍。學名我唔識讀，全出人最大只有2.5到3 cm 左右，紅色嘅體表上面有少少藍色嘅斑點。留意翻呢樣嘢只會係雄性先會有嘅啫，雌性呢一般呢就比較淡色嘅。原生地呢，佢哋就係泰國、緬甸同印度等等嘅地方。因為已經餓咗2日，所以呢我就直接放糧落去啦。雖然睇落去比較大粒，但係呢因為要俾佢哋認到個樣，然後先會試下個味道。隔咗2日，我哋今日就試下磨翻細少少，令到佢更易入口。咁大家都會見到，其實已經開始食㗎啦。當然睇落去好容易，其實都幾睇運氣㗎，因為始終有啲魚話唔食就唔食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唔同嘅經驗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㗎。